虽然心里还蛮失望的，然后这一路走来，就是有得到很多人的帮助，有护士工会一路就是帮忙协助这样子，然后，也感谢一审的法官，就是帮忙调查事情的真相，然后工程会、监察院都有帮忙调查，然后也感谢那时候交保的时候金额筹不出来，有成大护理学系还有柔道社就帮忙筹钱这样子。然后虽然今天二审被以杀人未遂起诉，但是心里是蛮失望的。然后会和律师在讨论看后续怎么处理。应该会上诉吧？会不会上诉？会尊重律师的决定。我没有杀人的意图。那对于伤害陈彩凤和胡佑宁医师，我感到非常的抱歉。那还好，他们目前就是都平安这样子。那目前跟陈彩凤和解的部分谈到怎么进度？这部分都委由律师在处理。108年度主上诉字第539号，被告林光宇杀人未遂案件，主文原判决撤销，林光宇犯杀人未遂罪，处有期徒刑2年10月。本院是根据被告持蝴蝶刀的利器，共猛刺被害人重要部位达7刀，而且经过在场的医生阻止，仍然朝被害人的重要部位猛刺，所以本院认为被告确实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。原审认为被告仅成立伤害罪，确实有不当，应由本院予以撤销，改判被告杀人未遂罪。被告主张，被害人有职场霸凌的情事，经本院调查后，并无实据。